Hello，啱啱等人睇完房，係位於 B15嘅聖馬天 Place， 因為仲有人住，所以就唔方便影相俾你睇啦。住緊嘅呢個租客都帶得十分乾淨，天氣咁好，咁順便帶你哋嚟個 City Walk。喺旁邊已經有戲院同埋健身室，沿住 Boss Street 咁行呢，路上會發現有各種嘅bar同埋餐廳，而且十分方便，因為大家已經有巴士站同埋電車站。便利店都唔少，例如 Sainsbury 同埋 Tesco， 唔需要煩惱買餸同埋日常用品嘅問題。咖啡有 Starbucks 啦，前面有著名嘅 Club Prism， 不過前排已經執咗笠啦。喺 Five Ways 呢區呢，都起咗唔少網紅公寓，例如 Moda、The Bank 同埋聖馬田。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Moda 呢個小趣聞呢？住入嚟 Brunswick Street 之後啦，開始見到越嚟越多酒店啦。沿住直行呢，就會見到 Central Square。發現都幾多人喺度新巴揈同埋野餐，附近都仲有少少鋪頭。嚟到 Old South Square 1到3至4月咧，就可以睇到櫻花啦。而對面咧就係 Icon Gallery， 入邊嗰間 Yours Cafe 非常之推介。另一條路線從 Central Square 出發嚟到一條食街，都係西餐為主嘅，十分之適合 dating 同埋親子樂。帶自己嘅小動物過嚟散步都相當之不錯㗎。穿過 Brittany Place Bridge 就到 ICC 啦。橋底都有唔少餐廳，河邊不斷有船仔穿梭，十分寫意㗎。沿住直行呢，有 National Sea Life Centre， 館內呢有各種熱帶魚、企鵝、鯊魚同埋海獺等等嘅。而對面有 Legoland 啦，可以帶你哋嘅小朋友一齊嚟。依家帶你哋入去 ICC 睇下，裝修十分獨特啦，露天玻璃嘅設計呢，完全冇令人喺室內局促嘅感覺。裏面都有啲餐廳同埋咖啡俾你哋選擇嘅。我哋入咗去 Castle Fine Art， 今次嘅 exhibition 都幾得意，係關於瑪麗蓮夢露嘅。穿過 ICC 呢，就嚟到 Centenary Square， 定期都會開放機動設施。想揾個安靜嘅地方自修呢，呢個圖書館呢就適合不過啦。差唔多要返公司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呢條影片呢，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下次見，拜拜。